走进名家，欣赏名段。大家好，我是钱慧丽。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将继续为您介绍傅前香老师的傅派艺术。傅老师70余年的舞台生涯，曾经塑造过无数性格迥异的古代妇女形象，她们的身份、命运各不相同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善良。珍珠塔里的陈翠娥就是这样一个女性，同时也是傅派艺术长廊里的一个经典角色。名字亮晶晶，他经常也名字放一我把你安上做关点心。龙虎榜上的明星，他金色彩幕通通愿你们平平安。玻璃表层啊，多谢表弟。表弟呀，此一去登山山山路上远，愿你平安返家门。风急浪高，去孤独越海山根枝呀影，旅途老等你莫拖在长远高奇迹交流表
亲去了这高地，一定会生着你表弟。小高兴啊！表弟呀啊！你昨日原因在无奈，我千里迢迢难放心，在高天你要放在保护里。再见北京山，夜晚苦当真。你红灯三万瓦，苦苦鞭炮们一片心。再生为今要唱见见啊！去成娘亲啊，又是怕丢失在途中，岂不是又为表弟贴心？家里他好心生你财，他那是女的大爷太可不肯给，我比太阳高。表弟，今日本地不知何日再来。表弟，但等小弟一动灵。
欣赏完了珍珠塔中的赠塔，再让我们看一段傅全香老师在后间姑中的表演。人物前后不同的心态，傅老师拿捏得十分准确。娘，母亲她治病快，要陪穷亲临陪婚，一片苦心为儿好，女儿生在娘心啊，老听人听了我，这乃是山中牧民业无益，只恐怕为掉月里被人人，这女儿自苦其病，因爱不的人，娘啊娘，你要三思而已。娘是为侬好呀，母亲请放心，你莫就放清病，女儿自一定与朕自保他，可为偏啊！朕自保他是我娘家败家之辈，岂可由侬做主？哎，是他女儿是放家之物，教育言行，这叫做不归女儿做合情合理。侬个老糊涂啊！侬要是不退了这门亲事，我就得侬平息呀！老爷，什么？启禀老爷，门外来了种种奇葩等人，都是前来迎接七上敬爱大人。啥出来个七上敬爱大人？请敬爱大人跟我一声飞机了弟，请他到内道更衣。为了表达自己对香港回归祖国的激动心情，在1997年迎接香港回归沪港戏剧义演中，傅全香老师和香港票友携手，再一次演出了赠塔。接着就让我们大家共同欣赏傅老师在这场演出中的精彩表演。啊
少的难起身，两鬓不可不担高，你要记记太阴莫为女妓来从讨，常人告千万要留。越剧《小胡雷》是根据清代孔尚任的传奇改编的越剧。在这出越剧中，傅全香老师又一次塑造了一位性格刚烈、不畏强权的传奇女性郑莹莹。小胡雷虽然不像《梁祝》《孔雀东南飞》那样流传广泛，但其中却有不少的唱段极具副派唱腔的特色。呀。
傅全香老师曾经说过，他的表演和演唱受姚水娟和小白玉梅2位老师影响很深，尤其是小白玉梅老师的嘴皮功夫令傅全香老师极为佩服。小白玉梅老师在《赖婚记》里的一段快口，在傅老师看来至今无人能及。傅老师的很多唱腔就吸收了小白玉梅老师的特点。后来两人又多次在舞台和电视荧屏上合作演出过《赖婚记》。下面请大家欣赏2位老师合作演出的《赖婚记》选段。姑妹啊，呀来啦海弄呀，是来了。看笑百花迎春涌，宁笑美，我西风。母亲在上，女儿晚风。阿妹起来，我个心肝宝贝，等我走动走动。谢母亲告诉了。哎呀，阿妹，昨日好几天不看见侬我女来噻，侬个面色为啥会得介难看？这是一定有毛病动静，快点请医生来看。母亲不用轻易，女儿无病。阿妹我快弄你我几岁上
在傅老师的艺术道路上，有2位大姐给予了他无私的帮助，那就是傅老师一直挂在嘴边的尹桂芳和祝水昭2位大姐。1941年，他和2位老师一同演出。为了替初出茅庐的傅全香扬名，尹老师和祝老师主动提出和傅老师一同挂头牌，于是就出了3头牌的现象。傅老师最初学的是花旦，后来他想改学青衣，祝水昭老师知道了，就把自己会的戏一出出的交给了傅老师。对于2位大姐的提携，傅老师一直记在心头。1986年，在尹桂芳的流派演唱会上，傅老师与尹老师又一次合作了《沙漠王子》，再续姐妹情。在弹琴的是你，是我。你为何要弹这样凄凉的曲子？因为人间太凄凉了。听你的声音很熟。是啊，我听你的声音也很熟。你是从哪里而来？西沙而来。哦，我就是要算西沙王子的名。王子，小姐，你是他的谁？不必告诉你。那也好，请说明吧，请讲。但是凄凉音，问小弟为何要说明？高山是也高山。王子醒了，王子名，问小弟他是何年何月何日人？老来本是王子名，十三八字。一个好演员往往能胜任各类不同的角色。傅老师不仅演古代妇女演得好，他所排演的现代戏塑造的英雄形象同样深入人心。接着就让我们欣赏傅全香老师在《江姐》中的精彩演唱。天花
聚光，你参赛永远要紧，水中下，专知道无责是白结发。你的话一段在我耳边下，也是一句句从你一方。那应三你小心乱子忙，总是来如同心啊分享好。谁我见你调调来观望，开了多少春如希望，只得明天三十年前方，谁知你丧子离身三天亡。风山金路山下，铁人在身旁，我山南才在里冲破悲伤。四灵哟，你要何处啊？将军，嘿，子啊！
傅全香老师学戏最初学的是花旦，曾经演出过《借红灯》等风趣欢快的剧目。可惜的是没有留下影像资料。不过在《西厢记》考红一折中，她扮演的红娘却依旧可以让我们遥想一番傅老师当年的风采。红娘啊红娘，你可不要惊慌，进去见过再说。红娘拜见老夫人。小姐人的晚不与我跪下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用你管，去家法来。老夫人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跪呀？下去，跪下。红娘，你自在吗？红娘不自在。调解人的万贯抢罪，谁要你剥衣衫跟背着小姐到花园里去的？不认去呀、不认去。红娘是与不管其心，谁进来？货郎进来。努力努力白小姐，迎接受罪，谁要你迎着他无影乱飞，快将这万语来，万事皆虚，免得我同江花，你笑里含泪。哎呀，老夫人不要碎了贵婿，红娘受讲，那一世我与小姐怎么样？也都是定了真身。定了真须做什么？你讲这是什么？了没有？不得我的言语，你们去问我什么？问我们就是问我，问有什么好说的？去问问，那当真这样是什么？他不能讲。有你啊！有的事情嘛，有的事好年你变真，你记住，那王小姐家家的全天来。你这个小姐人，她是个女儿家，不一三更，你叫她来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叫她来做什么。有你，事情嘛到了这里就完了，哪里还有许多小姐人的话话不
傅全香老师和袁雪峰老师童年时代都在四季春科班学习，感情非同一般。后来在艺术上，两位也是相互借鉴学习，各自创造了富有特色的流派艺术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为大家准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《西厢记》。说它不同寻常，是因为这段录像是傅全香老师根据袁学峰老师早年的录音配的像。就让我们在两位艺术家的合作中结束今天的名家名段吧。分外